域圖創造美好前途，呢度係盧押道、軒尼詩道嘅交界。今日係2026年6月5日，星期五早上嘅9點42分。域圖準備帶大家從灣仔出發去元朗南生圍橫水道。我哋即將會搭968號巴士喺盧押道站嗰度上，巴士好快就到啦。全程嘅車費係27蚊嘅，長者就5個4。咁我哋會選擇上樓上啦，因為有啲風景睇下啊嘛。睇下最前排有冇位先，如果冇都唔緊要，坐第2排咯。從呢個方向去呢，就係金鐘啦，跟住就係中環。